这里我们大家一起聚集，特别高兴今天有姑姑跟姑丈和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求主你赐给我们大家每一个家庭都有满有主耶稣你的丰盛的恩典跟赏赐，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体的健康与平安。特别为了家全来祷告，他未来要到俄罗斯去读书，求主你让他能够在申请学校的过程当中一切都顺利，也让他平安的到莫斯科的地方能够通过考试，在那边就读。主，我们也特别将淑珍交托在你的手中，在他8月底要开刀的时候，主求主你掌权，求主你透过医生的治疗，让他得到很好的医治以及很好的恢复，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充满主你的恩典，也特别为了爸爸来摆上，让他能够在要继续追踪他的肺部的情况的时候呢，求主继续加给他有力量，也能够依靠神，能够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面，能够让他的肺部的情况能够有很好的恢复修复，也能够在3个月后能够详细的做治疗以及检查。求主你带领我们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刚才张馨颖的情绪和他的心里不舒服，因为他没有办法打入哥哥跟姐姐打成一片。求主你安慰他的心，让他不再难过，也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这样子家庭礼拜，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